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詹杜古仁波切，听书世界。宁静始于你的丈夫离世之前。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修行佛法。真正的佛法修行，就是要控制我们自己，并放下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痛苦。放下所经历过的痛苦，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让它再度发生，而是我们避免它再度发生的方式，必须带着佛法。我们必须使用佛法，因为我们不要再累积更多的恶业。当人们想伤害和欺骗我们的时候，他们终究将会得到他们的业报。但这并不表示你要每天都坐在那儿，等着他们得到报应，因为若是如此，你跟他们其实是一样的坏心眼。你不让他们伤害你，但你也不能伤害他们，也不能对他们做出负面的行为。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希望他们得到恶果，或想惩罚他们的任何意思念头，总有一天都会为你带来业报。因为你会遇见他们，首先必然是因为你的某些业报使然。我们需要将更多的和谐、爱、关怀及谅解带给我们的家庭，立刻就付诸行动，不是明天，不是下星期，是现在，是当下。因为他们随时都会离我们而去。你要知道，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我刚在一份读者文摘的旧期刊上阅读了有关2004年大海啸的报道。报道上刊登了一些令人伤感的照片，相中的人物都难过地抱着自己死去的妻子或孩子。这些照片把当时的震惊都记录了下来。我看到了一张照片，一名父亲站在自己死去的儿子身边，他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身边看着他的人的表情都那么的令人感觉震撼。这些画面将在你的心里留下烙印，你也将感受到那种失去的痛苦。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失去。任何人都会感受到这样的情绪。我觉得害怕及感动，因为我知道自己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将会失去自己在乎的人，妻子、丈夫和孩子随时都会离我们而去，但他们可能未必是离世，而只是单纯的离开。这难道就是我们想要的吗？这必然会发生，但在这些种种的失去发生之前，我们必须行动。佛法就是这一些。它不是关乎谁对谁错，谁的佛教中心比较大，谁的宗教比较正统，有没有来生，佛陀存在还是上帝存在，天主教还是佛教，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宗教？它一点也不关乎那些。它所叙述的是如何在当下就将和谐带入我们的家里，带入我们的生命里，带给我们关心的人。这就是佛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佛法。我要你持有另一种观点。现在，想象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已经去世了，再也不存在了。你回到家中，你的伴侣、朋友、母亲、女儿、姐妹、妻子或丈夫都已经去世了。你独自回到家中，接下来还有49天的服丧期等着你。想象这一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终有一天，这一切将会发生。你将会有一天回到家里，听到伴侣死亡的消息，你的姨妈死了，你的父亲死了，你的妻子死了，你的丈夫死了，你的母亲再也不会呼吸了，你再也不会见到她了。你现在有些什么感觉呢？现在是谁赢了呢？最后一次你们在争吵些什么？最后一次在唠叨些什么？
最后一次你坐在那儿生气地想着，他们竟然对我做了这些，他们竟然对我做了哪些？去想一想，你知道这一切背后的恐惧来自于什么吗？它是会发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过。我不是在说着佛陀、天堂和地狱，我并不是试图以一堆宗教学理论来吓唬你，我只是在告诉你一些最简单的事实。你将会听到有人死亡的消息，每一个人都会，这并不需要拥有任何的特异功能。我在告诉着你一些赤裸裸的事实。你们当中有些人说自己有个好丈夫，他支持你，照顾你的财务需要，这是很美好的，也没有错。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去世了，或再也没有财务支持了，那该怎么办？他在世时，你为他制造的各种难题又如何了呢？然后你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吗？你继续生存下来，还找到了一个新丈夫，但你为他人制造难题的强烈习性依然存在，你依然给下一个人制造难题，但他们都忍受得了吗？然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你接下来会做些什么呢？从今天起，从这一刻开始，就自己努力吧。毕竟对你来说，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呢？对我们当中的有一些人来说，是佛法和来生；对一些人来说是快乐；对另一些人呢是金钱；在另一些人呢则是公司。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我们必然都会珍惜某些特定的东西，而我很肯定，我们都必然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因为那是我们的底线。认真聆听你的伴侣、朋友和家人说些什么，并给予那些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听听他们发的牢骚，满足他们。尽管那些是牢骚，我们依然给予他们关怀。给予他们关怀，你其实也就是在给予自己关怀。起码他们会停止发牢骚。给予你自己，你同时也给了他人。因为你越是快乐，你能为他人做的就会越多，而唯一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的，就是令他人快乐。